每年聖誕城都會為世界各地嘅小朋友挑選最優質嘅聖誕禮物。你準備好你嘅聖誕願望未呢？ Toby， 你嘅聖誕願望呢？哇！不過呢條路嘅風景好靚啊，仲係捷徑添。BB 唔好啊！係我衰，我真係唔應該亂咁嚟，都係我唔啱。有個傳說話，如果聖誕節之前去到聖誕城揾聖誕老人，講你個願望俾佢知，你個願望就會成真。T-Films 製作，3D 打造一段奇幻歷險之旅。聖誕城，你可唔可以帶埋我一齊去啊？帶埋你去啊！因為我受到詛咒，如果平安夜12點前揾唔到聖誕老人，我就會消失。聖誕城，你真係好勇敢啊！你都係啊，你都一定可以去到聖誕城噶，我唔可以唔理 BB 噶。無論如何，我一定要去到聖誕城，一定要去。一次意外造就咗一段真摯嘅友情。走啦，Toby，我冇事嘅，唔使擔心我，去實現你嘅願望啦！我一定可以喺2日之內揾到聖誕老人噶。12月11日，一家大細嚟同我3D 歷險啦！